煎雞髀小貼士：煎皮先，收中火，啲油咧，你啲油咧周圍有啲油嘅，你又可以揸住個 pan，嗰啲油好似半煎炸咁樣。啲油啊落下去，滲落個皮度啊，又或者擺個 pan 喺度，驚油彈咁樣，少少輕輕豆一豆個 pan。哇，好香喎！咁你可以咩唔知啊？可以望下嘅微夠色啊，點一掂佢透佢出嚟咧。個 pan 邊就係咁用嘅，就住啲油啦，等你個接觸面咧做多。再收個細火。